回家。我应该谢谢你，谢谢你陪我雨中散步。早点回家休息吧。你先回去吧。我们缘定今生，情分决定在了今生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在。李欢，李欢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喝了。怎么了？我要回去。走。李欢，我要回去。哎，小心！你慢点儿。小凤，你先去开门吧。妙芝，来，妙芝，快来救朕！快来救朕！妙芝，来救朕！来救朕！妙芝，快来救朕！小凤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救朕！我表哥。他发烧了，这样，你现在赶紧去找件衣服，给他把这件湿衣服换下来，然后你去找一条干毛巾，我给他擦一擦。嗯。啊。哎，家里有感冒药吗？没有。这样，你去把这个毛巾给湿一下，然后给它放在头上。朕要回宫，朕要回宫。家业，你这淫僧！来了。朕要杀了你！给我。哦，给他把被子盖上吧。小凤，他应该不会有什么事了，让他盖着被子睡一觉，出点汗就会好了。谢谢。这样，我先走了。我送送你。小凤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哥为什么老称自己是朕呢？叶家，我能给你讲一个故事吗？有一个女孩，自己出门去旅游，在到达莲花山大天坑的那个地方的时候，突然有一股龙卷风把她卷入其中，通过时光隧道，就回到了古代的皇宫中，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皇上的妃子。但是女孩并不开心，因为皇上的几个妃子百般的陷害她。后来女孩得了一种怪病，皇上就将她送到了皇家的家庙去养病。在家庙中，女孩就遇到了一个和尚。那个和尚长得和你一样。在和尚的精心照顾下，女孩的病渐渐就康复了，并且也深深地爱上了和尚。于是这个女孩就给他做了一顿肉素斋，害和尚破了戒。尝尝我做的素斋。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，女孩和和尚终于发生了肌肤之亲。后来女孩告诉和尚，自己是从现代穿越到了古代，她很想回家。和尚曾在一本经书上看过有关多维宇宙的记载，他为了能让女孩回到现代，独自一个人去寻找通往现代的通道。你在哪儿呢？
真要找你算账！你竟敢把朕卖到妓院！峰峰，给我出来！出来！就在女孩与和尚将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皇上带着御林军也赶到了。皇上用剑刺向了和尚的胸口，女孩似乎听到了和尚骨肉分裂的声音。突然间，天空乌云密布，皇上跟女孩就一起穿越到了现代。家业，家业，啊，对不起，叶家，我叫错了。那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贱女人，你竟然把我卖到了妓院！你是为了跟他私会吗？还是想跟他走？李欢，你冷静一点，你让开！你冷静一下。松开！叶家，你快走！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叶？家，你快走！你快走！松开！李欢，别走！你疯了吧你？你有什么火？你冲我来！你现在赚钱了，自立了，我们互不相欠了。你是不是看到那个银僧就看我不顺眼？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女人，我就偏不让那个银僧得逞。朕从小被立为太子，10岁登基，95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。你竟敢打朕！你居然为了那个奸夫，在朕生病的时候打朕！那我呢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我生病的时候，病得快要死的时候，你不但不照顾我，你还在大张旗鼓地娶别的女人，把我打入冷宫，我差点被冻死、饿死。你有关心过我吗？我不小心偷看到你跟别的女人苟且，你就当众打我。我顶撞皇后，你还是打我。你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打我，你这叫关心我吗？什么叫水性杨花？什么叫奸夫？什么叫贱人？哼！要不是家业治好了我的病，我死的时候，说不定你在跟哪个女人缠着圈圈呢。我喜欢家业，我就是喜欢家业，我根本就没有喜欢过你，就好像你根本也没有喜欢过我一样。冯昭仪只不过是你几千个老婆中的一个，你喜欢陈皇后、八美人，所有的嫔妃。你要是真正的喜欢冯昭仪，你怎么会同时喜欢上那么多的女人？你没资格跟我讲喜欢与不喜欢，那不叫喜欢，那叫滥情，不，叫滥性。冯昭仪只不过就是你的泄欲工具而已。我告诉你，在皇宫里你蹂躏的那个身体，不是冯峰的，是冯昭仪的。我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不可理喻。你放手的决定如此干脆，穿过山关上门头也不回。惨白的月光
下尽是狼狈，情是被晚风打碎。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皇上，握不紧你的手是我不对，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，无端的去回忆徒增伤悲，我独自不醉不归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，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，留下我独自伤悲。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，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，你把我的迷梦彻底打碎，只剩我独自面对。这哪里是人住的地儿，简直就是狗窝。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，打扫出来就好了。你扫地，我擦。朕乃九五之尊，高高在上，万人敬仰，我才不干呢！这么脏的房间，我一个人怎么打扫啊？这是奴婢干的活。狗皇帝！切！那旁边，没看见吗？桌子，那儿还有一个。哎，眼睛不好使吗？真笨。以后没本事就别逞强。你有本事你干啊！我是一国之君，我能干这活吗？李欢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房子是我租的，钱是我花的。你要是想住在这儿，要么扫地，要么滚。干活啊！
扫扫扫。对对对，就这么扫，就这么扫。那儿有个粉色塑料袋，那儿没看见吗？那儿。居然偷吃我零食，好不好吃啊？我的零食好吃，还是你皇宫的美食好吃啊？味道特别怪，不知道吃进肚子里安不安全。你把我零食全都打开了，那我吃什么呀？我饿了。你想吃什么？我想喝甜甜的豆浆，香脆的油条。油条乃何物？自己出去问，快！哦1、2、3。此乃油条。是啊，要几个？我要4个。好，那给你钱。好。OK， 好，下一场。安妮，该你上场了。你们两个，跟你们讲啊，这场戏呢有一个接吻的镜头，你们两个接吻的时间呢要长一点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好，就这样，各部门准备了，拍了啊！各部门准备，做好准备啊！哎，导演，那我们就实拍了啊！好，实拍啊！来，好，准备，现场保持安静，准备啊！保持安静啊！准备，好了，可以了。什么戏啊？哪那么多废话，看就是。开始。皇上，安妃啊，好久不见了，让朕好好看看。哎呦，安妃啊，多日不见，你怎么瘦了？饿死我了。
狗皇帝怎么还不回来？不会是迷路了吧？上阵抱抱。妙芝，住手！妙芝，妙芝，你谁啊？神经病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，妙芝？你疯了！导演，是真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是谁呀？你是真的皇后，妙芝，赶紧把他拉走！拉走，拉走！妙芝，走，走，干嘛的？捣什么乱呢？走走走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！大胆狗奴才，别乱来啊！想造反吗？我把朕诛你们九族吗？有病！赶紧给他弄走！赶紧把他拉走！把我们道具放下！李欢，还愣着干嘛？赶紧拉走啊！谁再敢阻止朕，朕第一个灭了他！李欢，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有犯病，给我走！峰峰，你看这是谁？这又是谁呀？这个？他是你朋友是吗？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带走啊！妙芝，情况啊，这个！干嘛？我干什么？啊！放手！放手！哎，有病！又来一个疯子！朕不能走，漂亮！弄走！妙芝，这个皇后，妙芝，本尼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没事就好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继续啊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各部门做好准备啊！刚才到哪儿了？来，在这儿啊，行。你干嘛跑啊？给你豆浆油条。我才不吃呢，都凉了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想让人家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啊？精神病院是何地？就和你的皇宫一样，一个正常人去了，都会变疯了、傻了、二逼了。小公狗，可算见到你日思夜想的皇后了，开心死了吧？可是他根本就不认识朕，她是朕的陈皇后吗？瞧你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哼，跟段正淳一个德行。段正淳，何许人也？就是宋朝云南大理国的王爷，他有很多个女人，一段时间就换一个，对每个女人都是真心真意，对她们殷勤备至，情真意切。他总有办法让女人觉得自己才是他的最爱，他的唯一。但实际上呢，他有很多的最爱和唯一，像不像你啊？这就对了，男人就应该三妻四妾。色狼，何为色狼？色狼就是你这样的，见到女人就想叉叉圈圈。我可不同，我从来不强迫任何女人，包括你。啊呸！千年的色狼，你在这装什么三贞九烈、纯洁的小处男啊？你在皇宫的时候不就喜欢跟不同的嫔妃叉叉圈圈吗？还装无辜，你当自己是纯洁的小百合啊？世上怎会有你这等女子？我就这样，有本事别跟着我。哇！他们让他们看见，管他们。哎，别看了，别看了！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别看了！哎呀，你躲开！我们走吧。干嘛呀？人家亲热人家的，我做我的。人家亲热都不怕被人看呢，我怕什么呀？你还是不是女人呐？不知羞耻！谁不知道羞耻了？谁在古代的时候有三宫六院的泄欲工具？到了现代，跑夜总会也算是三宫六院被人泄欲。哎，李欢，你牌子是几号啊？那些富姐青睐你不？你还是女人吗？有没有人翻你牌子啊？啊，我是穷人，我都不知道那些富婆是怎么玩乐的。可恶的女人！不会吧？根本就没有人翻你牌子啊！哎呀，我说你呀，看看你这副德行，
自己什么鸟样，你自己不知道啊？唉，一旦没了皇帝的身份，谁还能喜欢你啊？谁说的？有2个女人翻我的牌呢。行啊，哥们儿，有前途啊！哎，你跟我说一说，他们都是怎么跟你玩的？等我有钱了，我也去耍一把。你胡说什么？一个女人怎么能这样？去消费，找死啊你啊！现在都什么混乱的时代，女人天天想着嫖男人，你，朕诛你9族！又来了，又来了！你这个千年僵尸，可惜呀，你那个荒淫的暴君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哼！干嘛？笑得那么淫荡？你吃醋了？我吃醋？我呸！你当你是谁啊？别以为谁都稀罕你，你是我什么人啊？我是你丈夫，天经地义的丈夫，嫁过聘的。滚！有多远滚多远！我告诉你啊，冯昭仪才是你的小妾呢，我不是。你这副臭德行，让我想起了鸡爪子。你想吃鸡爪子？我去给你买。还不快去！去啊！